投影可以帮我放一下。然后咱来看咱的信息的特性吼，咱这边投影咱出现的就是这个性吼，嘛是同款吼，就是讲咱台湾的调吼，调就调咧讲吼，上帝创造天甲地吼，上帝。喂。对啊，像讲上帝创造天甲地，我这条咱过去吼，咱也不是真济的，咱的迄个台湾人真爱这条诗歌，因为这条吼就是迄个白布条，而且这条写白布条，咱知影讲白布人就是讲是迄个山地甲平地落平地的人吼，结婚了后所生的下一代，咱就讲做伊就是迄个平埔族人吼，白布族吼。所以这个所在吼，因为咱来看迄个信息吼，伊信息的下面呢，伊的调名吼，调名，因为每一个信息都有伊的调的迄个名，调的迄个名有些是意念性的，有些是人的名，有些是人类的名。咱这条是我用淡水，淡水因为有人就传说啦，讲这条吼是迄个花街故事吼。我来故事吼，过去吼，因为拢是咧那个山地啊吼，有时吼是遐咧咧传道理啊，或者听到迄白布族的人吼，所引的咧历史啊，这块的迄个片吼。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吼，因为咱知影，花街以前转伫咧淡水吼，家己管，所以就伊所住迄个所在。所以变做伊个调语啦吼。这条诗歌，上帝创造天甲地，这就是伫咧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开始，上帝对起头去创造万物，所以四加万物吼，第一章讲落一段油镜看，一时青好，鹦鹉线吼。第二章就讲日头，日头出来，有一路，所以有迄个。日时日时日月星星拢天明过来第三在讲着土地，土地的这个所在生出五谷尾有青水的树干天碧水内这个所在水内所在天碧这个碧较歹写，歹读。水内的所谓是伊拢是上帝做的物，第四在即摆讲有空中的鸡鸟啊，上帝嘛互伊食到命已经才赶快已经治水的糖脱这个所在就是讲到中国村上帝的心以外统统落实过来第五站开始讲，上帝照顾世间人，本是主要是外邦互咱有教养的理念，咱日用的饮食，互咱有主体够研究，谁人在这个所在就讲听咱人听到什么理由，找伊的就是信仰，为了咱的做来教育世间来担任咱的做无相主体来教育的世间，所以咱来感谢伊所以咱来请评审。
台中央城市内面吼，第二站嘛是同款，185首，这歌词吼，加拄仔第一条吼，叫差不多吼，这嘛是讲着做坏事。早时的时阵，伊就建立即个世界吼，过来吼，伊讲着讲吼将伊起落吼，伊起落手术伊的影片来救咱吼，来脱离即个罪恶吼，过来。太初就有真根原本吼，这嘛是讲着上帝的创造地所以阮以外，还有气性灵体、气性外传吼，这个所在一直讲着信息的部分吼，日本心互咱会当因外这个所在吼，本日本心，这个气本日本心互阮因外吼，请来吼。大理信由来活医师吼，敬拜心地性化吼，过来就是讲，伊对天上的赐咱大能力吼，入入咱的心吼，伊是上帝圣手的咱吼，这个所在嘛是讲着信息的部分，通过信息，互咱来明白咱的病，咱囝吼，主耶稣叫咱来讲三一真神，咱是的就是。上帝、圣经加信息吼，第四站就讲着道听道体部分，特别即个所在吼，就是找圣经耶稣来到伫世间为咱来思考吼。因为咱知影讲，即马新的信息内底，若讲着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阵，伊就叫阿妹吼，无其他部分吼，即马拢无阿妹吼，咱来唱第一站。真好的时间
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和平主日，有献礼啊，伫咱座位的头前，咱会当准备安放。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出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做治疗无私、暖联的上帝，永远伫地被和平的人君，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地天无强心，就是伫大地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
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今到永远，盼阮的上主的热心要成即个事。三甲来认识乌罗上帝，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和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拔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
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毋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患。做是咱受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价值，互抢插。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羊白路，上主将咱种来做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来做对，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为长退休，看到囝囝孙孙。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义的牧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当心来祈祷，感谢至尊、至圣、至权的上帝，藉着你的公义来显明你透过COVID-19新冠肺炎全球的流行，阮会骄傲、甲贪心的世间人，会当搁一遍来谦卑、反省、认罪。阮袂使搁过度来伤害你所创造美丽的地球。阮搁较爱珍惜天然的资源，来养成温柔、节约的生活习惯。感谢你疼惜阮台湾的百姓，阮拢会当用敬畏心、互相守法、相听，来度过顶半年的这个难关。伫这个后疫情的时代，我求主，互全球甲台湾的百姓，拢会当敬畏你。我要感谢我主，你是主耶稣基督的爸，你伫创造世间以前，就你基督来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也决定收养来阮做你的子民。下面阮一切的罪过，阮会当晓悟上帝旨意的奥妙，并圣神的印记做阮的记号。你的姓名是阮所爱保护的。主啊，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阮常常陷入骄傲甲贪心罪。阮求主伫即个时阵会当负起阮的阮完全用谦卑降服，跪拜伫你施恩所前的态度，搁一遍透过阮的心灵诚实悔改的心，由你互阮内心拢有换心正直心。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圣神，赐互阮有
热情的火，甲气力，互阮的心诚做美好的土地，爱种落你的话，阮温存来栽培，就会当结实侪侪。你的话就是美好的种子，要伫阮每一人的心来复演，灌溉圣神的活水，阮就要结实累累。主你的道是真理，日日要长大伫阮的心内，时常来勉励教示阮，互阮伫日常的生活拢会当实践，行出主的旨意，荣光主的圣名。伫过月30日，阮上山教会设教145周年的联合礼拜，阮求主，互阮正向的姊妹会当抱着欢喜的心，阮全员会当到伫圣殿来敬拜你，也来孝念阮175周年过去现在，阮将来教会发展，阮求圣神甲阮参合伫地，阮就将阮9月27临时会员的互会甲长职改选，拢恭敬交伫主你的手中，阮求主你来引带。阮诚心摆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言讲。
咱做伙来供合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甲14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節到第3節，甲14節。伫起頭有道，道甲上帝三甲基地，道就是上帝。迄、個道伫起頭甲上帝三甲基地，萬物對道來創造，伊若受創造的無一項毋是對伊來創造。14節，道成肉體，加起佇咱中間，有恩典甲真理滿滿。我捌看見伊的榮光，親像獨生的囝對爸所得到的榮光。講道請靈性的牧師，這個是道成肉體的意義。神的阿爸，我哋嚟到，今日我哋預備我哋上帝，感謝你呼召經選我哋寫出你的百姓。主手，你的面前，我哋鼓勵，我哋感謝，我哋拍拍，我哋懇求，特別我哋上帝，咱就是台灣基督教會所設立的教小組織，過去的年日，因為我哋教會喺台灣社會做一個好的工，也來關心我哋台灣的民主的改革，也來關心這些受災害的百姓。關心伊做些遮個難民，也是遮個移民。即個疫情的中間，我來當通過我哋教會，我哋之外呼籲，也來注意我哋衛生，我哋當喺台灣的社會內面來做一個公義和平的一個角色。這個上帝我哋懇求你來帶領，保守我哋教會，喺台灣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所在。讓繼續也來主持公義，互你的聽，互你的道，讓實現台灣這個土地。我哋懇求你來幫助台灣這個百姓，一天能會當一晚耶穌基督救恩，我哋來通過你的聽來拯救我哋台灣的同胞。如果受這個百姓或者罪惡所捆綁，俾我哋上帝。我哋是聖神降臨伫阮今仔日的敬拜西中間，阮就全心地領受你的真理，甲你的教示。我來感謝基督，奉主耶穌的名，阿門。來，諸位大平安。平安。今日就可以咱的總會教社委員會包括來到咱的中間來報告有關咱的教會過去，這個教社。咱所做的就是時間，咱今日中間也當加通過上帝話，咱就來敬拜上帝。咱將咱的教社，台灣基督教會通過教社委員會所咧做就是時間的中間，就是咧咱追求咱的台灣的社會公義和平。咱過去咱知影真濟，咱的司法的經歷，我都也來公平來做審判。需要解決，咱的教會這個所在嘛，真正就是來注意這個轉型的這個正義，就是這個時間講，這個時陣所受這個苦難，咱會當有來關心。不然咱咧追求這個咱的環境，咱其他更較清氣。過去咱台灣的咱的教會內面攏有做淨灘的這個活動，咱之前教會嘛有是。這個台灣各所在，攏來做比較海邊的所在，也來扣糞水的這個時間。但咱若咧推動講，咱成做一個無逆轉發展的這個工。本來咱的教會所咧推動的這個既然救助，咱來看天災地滅的中間，咱的教會出真濟力，奉獻金錢、精力，到嚟財富來做救助的這個工作。本來咱有做這個社群的這個關懷，咱知影有一個真濟移民這外籍的勞工來到咱台灣，來通過就是咱的教
遮外籍的劳工，咱嘛去关心真正遮残障的人士，我嘛会当通过教会帮赞，会当来得到这个帮赞这个现象。所以今仔日到社主日中间，望咱之外，通过奉献金钱祈祷，咱的到社时间，咱的台湾社会做更加好的工。今仔日我通过这段圣经所谓讲的主题，就是多加留心，多加上帝来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迄个意义在哪？啊，这个当时约翰福音甲咱讲起讲，多加留心挂在人的中间。挂伫咱的中间，这毋是一个学选，这毋是一个空谈啦。亲像咱的民间人士内面伫遐咧传说，是讲江湖术士所咧讲的迄种的做法。因为当时伫社会中间，伫所在教会有一个诺斯底派，就是叫做地位派。这个其他的学说伫遐来兴起。这个学说伫中间所咧强调的重心就是讲。所有代志，拢总用地位来解决，人的疑问、人的这个问题，会当用地位来解决。所以这个诺斯底派叫做地位派，用地位做中心了。因发展的理论就是讲上帝是先至先，人是恶，哪有可能上帝至先来到这个最后的这个世间？所以耶稣基督来临嘛。耶稣基督降临这个世间，只不过是一个有心啦，是讲一个观念。不像咱民间的这个术士，咱的台湾民间的中间，迄个做法共款。迄个当机倒头，伫遐有心的中间，我是三太子，我什么赢什么空。伫遐有心的中间，就开始伫遐吼迄个所在，去做法的中间，就用迄个刷衣剑来拍自己的身躯啦。无就咧铁锤来拍家己的身躯，留一撮血。讲我是迄个太子爷，是讲啥物讲，是迄种的负心。即摆了的时就退降，迄个是个人就无去安尼。所以当时你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行神者，是讲一寡遮的真理，那是讲是负心伫人的心上来做遮个代志，讲遮个代志。这人遮个代志煞了的时阵，就退降迄种现象。即摆今仔日统一，这个教堂来读这段圣经的中间，你甲恁强调，耶稣毋是负心，耶稣是上帝真正来到这个世间，所以写到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的中间，伊的工作、伊的传道、伊的生活，然后受定、受定是一个受哀从，然后过往的这个代志，耶稣基督是真正上帝来到咱的中间，成就救心、降生伫咱世间的中间。这个段伫圣经的中间，你甲你讲啥？就是启示录22章第3节，看上帝掌握伫人的中间，伊要甲人做伙住。这个所在拄咧亲像你出来入去的中间，你出来继续要出来入一个会幕伫头前徛咧抓，会幕点伫以色列的中间。耶稣基督只要做会幕伫咱的中间，就表示讲，咱通到伊的面前，伫遐来求祷来。来感谢，历史上帝甲咱做伙搭上帝。耶稣基督多加一心，就是甲咱世间人做伙生活中间，伊要经历咱人的这个生活种种的痛苦，甚至最后是咱人来受定，就是定的所在。咱世间人来做，也来担当咱所有这个罪恶。所以，这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个主体。毋是干咧讲，即个咱的罪恶的即个成分，但你表示讲，咱世间的中间有真正遮俗世，而且天化遮俗世的即个限制，人情世事即个分别，甚至伫当所在，伊可能会使的所在，伊伫遐受限制，耶稣基督真正软者的所在，耶稣基督伊个所在，我哋讲伊的底层性，真底的时间，伫即个世间的所在。咱现在讲起多加留心是一个奥秘啦。什么叫做奥秘？迄个一个教父我安尼讲，用迄个地下卡，地下卡的中间，伫遐慢慢咧生成一个珍珠的这个代志来做一个比喻。你讲地下卡的中间，迄个蛤蟆，啦是地下卡，因为迄个泥巴内面因有沙石啊，也是有迄个玻璃伫内面，其实
液体，一寡慢慢来包，包尾啊变做一个珍珠，迄个所在来显出来形成。我伫遐拄做亲像迄个鞋卡，啊，耶稣基督就是你亲像迄个珍珠共款，即个形象。而且耶稣基督是即个对玛利亚，玛利亚来怀孕生囝，玛利亚是圣神来怀孕来生胎啦。啊，然后玛利亚的身躯伫遐慢慢形成，啊，然后伫遐生出，成做人，成做肉体，咱的中间。圣经的中间，咱咧讲起肉体的时阵，啊，甲即个圣神，咱拢讲起生活形象，都是两个哪亲像互相排斥的一种的概念啦。圣神是善的，啊，这个肉体就是恶的歹的。总是咱知影，即个耶稣基督的形象的中间，你永远都而通过圣神来成做肉体在咧中间。即摆即个所在，你讲一种的转变，对大家是对圣神。耶稣基督对圣神怀孕，玛利亚的亲像怀孕，然后生囝来生成，啊，然后停止即个肉体的领域。啊，这是耶稣基督出世的一种的奥妙。其实咱人类每一个人的出世嘛，共款一种现象。咱知影咱的出世中间绝对有是咱的意愿的，哦，拢是因为对上帝遐啦，对上帝迄个所在，永远咱来通过父母来生出来这个世界的所在。啊，为什么圣神应该爱进入这个身躯内面？为什么圣神一定爱进入一个人的这个身躯内面？咱要你念的一首诗，来进入我心，来进入我心，主耶稣基督，现在就来无过离我，来进入我心，主耶稣。咁啊，圣经这个是我哋中间你表示什么？进入我的内面，伊即刻叫做肉身，只有是安尼，咱才好个感受啦。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相信伫咱的心内中间，咱的感动，咱的流目屎，咱的悔改，咱的了发起，咱的信耶稣。伊若无相信伫咱内面，咱无可能信耶稣。啊，即摆咱即个所在，你讲起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互咱体会伊的有啥，咱体会伊的救恩。咱若无即种的体会，耶稣基督就是伫外口。遐哩漂流，只有是迄个所在受咱排斥，受咱遐个排除，咱个拒绝。咱看见一幅真水的图，耶稣伫人的心门外咧拍门，耶稣伫门外咧拍门。你若无将耶稣基督名字之外，加入你的内面，耶稣伫外口一直拍门，拍无路用。咱今日就来讲，人无即个肉身，无即个肉体。上帝无法度即个世间来展现伊的形貌啦。咱从经文4篇53篇的中间，你讲起耶稣基督伊的形貌，伫世间的中间无受人伫遐来欢迎啦，都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伊的生活，通过伊的即个所行所做的代志的中间，去展现上帝伊的形象。咱看起讲。通过耶稣基督即种多条肉身，咱中间，一直展现，互咱成做一个，通发出耶稣基督根的一个肉体。有一个教父安尼讲，伊讲肉体哦，肉体就是即个救赎的关键。因为若无肉身，若无即个肉体，咱的生命的整合、医治甲受救赎啊，成做无可能性。所以，迄个肉体，咱的肉体，咱即个肉体，你活即个看见肉体。就是一个啥物受救赎的一个主体啦。啊，咱即个肉体中间人的即个身躯水有歹，啊，咱的肉体中间咱的经验生活中间，咱有真侪忧愁、艰难、困苦，啊，咱嘛有真侪烦恼、真侪重担，都是即个身躯中间嘛有真侪爽快、真侪中壮、真侪有精神即个现象。无啥代志，咱人的中间无啥代志。咱的身躯的心情，互人批评，互人指责，搁较济啦。咱看起伫咱过去生活过程中间，咱就看起，特别现在时代可能变水的，啊，看着天真海阔，咱拢常常会惊指责迄种现象。啊，咱若看起讲一个咱弱势的人，常常伫咱的即个社会中间受伫遐霸凌，受伫遐欺负，啊，咱的心
显露出来，因咱无好形容，想袂无形容，袂清水，真年头，就是伊嘛真侪艰苦的所在啊。咱看真侪野青咧自杀，咱看伊真侪正好命的人，伫咧自杀的原因一直谈谈。咱即位耶稣基督就好甲你讲啥？耶稣基督要伫你的身躯的中间的软正败坏，也是欢喜爽快的中间，伊要怎甲你相处？耶稣基督要进入到你的内面，甲你做伙过。伫你软正的所在，伫你气力真野性的时阵，也是讲你精神真好的时阵，耶稣基督甲你相处，上帝甲你相处。我咱都常常伫咧仰望上帝，渴望上帝。当你渴望上帝，互你满足的时阵，伫你的心情我就给你讲出来。就是变成63年第一站安尼讲，咱拢是即个大树的地，迄个大树最大的地中间，咱你仰望你，咱你渴望你，伫迄个中间，伫你的渴望，伫你的要求，伫你的艰难困苦的中间，迄个甲上帝相处的时阵，你的内面就发出更难。所以，当上帝进入你的肉体的中间，这个肉体就会变做亲像耶稣基督所咱头所讲的珍珠啦。上帝当要伫你的内面而发出，所以今日多谢肉身，我分几样甲咱所来思考，这个内容是哪个？我咧讲这个肉身的要紧，无肉身，耶稣基督上帝会当伫咱的身躯的中间显出伊的这个伊的生活的款式。第一样，这个多谢肉身就要知讲，这个肉身通因会当死，会当牺牲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咱拢咧祈啊，咱拢咧祈讲活较好势。耶稣基督上帝叫来到这个世间的中间，就要互伊死，所以为着咱来牺牲啊。咱这人的身躯真软正，多一个。安尼，甲你讲咧，甲你抬一个，上枪甲你拍咧，你受伤去就流血，你伫迄个所在死亡。我耶稣基督最后伫遐受刑、受鞭拍的时阵，伊嘛是抗体燃烧啦，伊嘛伫遐流血啦，最后伫遐断气啦。都是耶稣基督有关键啦，伊迄个关键伊会当有能力，会当行紧出来了，这是伊甘愿。甘当咱世界人来做，就是要来成做肉体，要来为咱来死，为了咱世界人来做来死。你要来数第10章第4节到第7节安尼讲，你要来数咱若圣经咱来看，是要来数第10章第4节到第7节，因为公牛甲山羊的血会当付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阵就讲：上帝啊，这年甲那年是你所无愿的。你要甲我备办身躯，你要甲我备办身躯，就是多加肉身，烧者甲属地者是你无欢喜的。迄个是我讲上帝，我来为着要成就照你的旨意行。但是上帝，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因之外，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奉伊成做肉体，就是为着咱来牺牲，成做祭物。究竟是毋是假？我咱看去耶稣基督这个身躯伫这个地面上的所在，就是耶稣基督要执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你传道传上帝的真理，就是你讲上帝的话，你行上帝的这个真理教示，就是这个所在。成做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成做上帝执行伊旨意的一个工具。我亲像马街博士来到台湾来传道理的时阵，伊毋但爱有一寡先学，一寡即个医学的淡薄的即个训练，甚至伊要来台湾的时候，无迄个满水起，可能伫咱松山地区伊伫遐嘛满水起的即个现象，对后紧伫遐有台湾话，有台湾话，为着啥？为着咱台湾的百姓伊咧所来传福音嘛。但是叫绝对毋是即个马街，毋是附身一个人的身上，毋是。是真正来到咱的中间，这个所情形是，拄像耶稣基督的体伫咱的中间同款。耶稣基督伫上帝的旨意，伫上帝的地位，伫上帝的思过下面，伫拄好的时间，伫希律伫这个所在统治时来
成做咱的人。咱来解释第4章第4节，时满。伫上帝计划旨意中间，伊来到咱的世间，咱为着咱世间人，而遐奉献伊的性命。这就是耶稣基督伊来世间，是照伊的名的意思。当咱知影伫迄个天使，出现对约瑟讲，我伫遐要怀孕生囝，你把名叫耶稣。耶稣的名意思是讲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间甲救出来。耶稣基督伫人生的中间，你讲到伊的任务是什么？伊的任务就是要伫迄个所在来完成上帝第一个成就，要对百姓中间的罪救出来，要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任务。伫约翰12章32节，约翰12章32节所咧讲的，当我受高苦的时阵，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应我。当我受高苦，就是耶稣基督受定是伫个时阵，要吸引万人来归应伊啦。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来为着咱的罪受高苦定是伫个所在。伊是讲耶稣基督，伊来到世间，就是为着要为着咱的罪来死。伊的死就是世界甲圣经历史的中心啦。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着伊要来死，为着来牺牲。第二，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要来，你讲起要来咱人类的中间来知影咱人类、咱的世界的情形啦。你要来思共款，你要来思第4章15节到16节，咱的大祭司并毋是袂当体会咱的软性，伊平平凡事拢总受到试探，甲咱共款。总是伊无犯罪，所以咱只有坦然无惊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要得到伊的怜悯，要得到伊的恩典，然后做及时的帮助。圣经里描写的中间，你讲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真少人伫遐受试探、受真济这痛苦、受真济咱认为所顾着这种种的问题，伫迄个所在，经验人的软性、人的败坏、人的这种的苦难的中间，耶稣伊甲经验做一个人迄种的苦难的代志。咱知耶稣基督伊是伊的厝内面的大囝，约瑟早死。然后伊就喺伫遐来做木工，来饲伊的家庭，食到家庭的负担。伊捌经验到伊的亲情结婚，迄个娶某的宴席中间无手的迄个困境，耶稣的老母讲：你甲解决这个代志。耶稣基督伊捌经验伊的朋友，伫遐拄着死亡，耶稣基督伫遐祈求的代志。伊捌经历到人对伊的拥护要做王，然后伫遐呼喊。等于是经验这种这代志，互伊经历着真济这无法度解决的代志，无法度得到帮助的代志，所以需要通灵的祈祷，甲上帝伫遐通灵，伫遐来沟通，得到上帝规律，来成做一个软者，成做一个人的软者，迄种的经历，耶稣知影，耶稣拄着，耶稣经验。我有一个新有名的这个心理学者，伊安尼讲，伊讲伊受到迄个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受苦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伊就受到真深刻的这个影响。耶稣基督真少人的本质的中间，就承担痛苦的时阵，伊讲，你行入十字架顶迄种的苦难的中间，你做一个人来讲是袂当忍受的。伊讲，真少一个人，迄是极大的侮辱。甲是一个痛苦的代志，耶稣基督行苦路，耶稣基督行十字架跋倒流血到死，但是上帝要为真做一个人的中心点的时阵，安尼来讲，迄个毋是演戏啊，迄毋是一个安尼假的代志，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代志。伫迄个所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身上，毋是无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啊。耶稣顶是伫个中间，伊嘛知影痛苦啊。伊开始摆两个祈祷的中间讲：主啊，上帝一旦将迄离开我去啊，迄个杯离我就莫流到我的身上。耶稣叫顶是伫个中间，我讲伊拢袂听的，伊嘛是听，伊嘛知影听，
惊，啊，我著伫迄个所在，这就是我的帮山啊。是不是因为我著对迄个天赛天顶伫遐甲救赎出来，对遐个情形中间，互伊个活起来，互伊是迄个愈来无啊。伊感觉伫迄个所在，竟是地这现象，然后迄种痛苦，我经验从对伊喙中间所发出来的痛苦心愿，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怎样去杀我？你我是痛苦的代志，我大的痛苦。咱知影一个囡仔，伫外口互人欺负，互人侮辱，等下像父母伫遐安慰，伫迄个所在甲伊烧。当上帝将耶稣基督起杀的时阵，我毋理你，我毋捌你，我要放杀你，迄种的痛苦，然后伊讲成啊，成啦。我所遇到这个代志已经成啦。你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旨意中间咧讲什么？就是上帝的旨意完全伫伊个身上伫遐实现，伊定是特定的所在。各位，这个所在你经历什么款？耶稣伫地面上去经历咱人的这个艰苦软者受这个侮辱、受误解，然后生命迄种的痛痛现象，这耶稣基督所经历着，耶稣知咱的痛苦。第三，耶稣基督道在肉身来到咱中间，要成就咱的模范，成就咱学习的这个对象。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最大的目的要创啥？要互上帝欢喜，要怎样过一个互上帝欢喜的生活？然后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活在这个世间的中间，咱共款要安怎来伫遐互上帝欢喜？要安怎做好的见证，成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各位咱知影过去，咱的教会，真正这信仰的这个前辈啊，因奉献时间，用奉献金钱。甲传道者伫遐做伙同工来起造咱的教会，我相信上帝教会伫过去中间绝对有真侪这信仰的前辈，这过往的长老，这兄姐，咱相信讲会当找到真好的这模样啦。咱中间出一个真有名的陈公的长老，我相信有条我这个地是伊奉献，因为他所奉献也是持家伫咱传统教会所付出的。而且话，咱的教会有真侪这信仰的前辈，伫遐听出好的脚声。伫咱的社会中间同款啊，咱的社会内面，咱知影，伫过去咱的民主改革的这个道路中间，真侪人付出一个代价啊，互拐、互拍，甚至伫遐互处死。为伫迄个恶恶的统治下面，因无惊吓，伫遐付出因的性命。就是咱各地，因过去所留下的这个，拢特地咱去思考，咱学习，做这个时代的改变，这个时代的生活中间，咱看到上我就迄个理想的追求啦。大家拢要追求无这个生活，大家拢要追求迄个较爽快的生活。咁要付出一寡，咱老实讲，咱无爱，年金改革的中间，咱看到有真侪人出来抗议啊！因为咱是讲因的利益伫遐受减少，因讲袂了迄个现象，所以伫迄个所在，咱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个现象，伊互咱学习的对象，咱是慢慢无去啦。这对象若无去的中间，是讲咱就看到一个学习的这个对象，咱就无人伫遐咧指导。无人指导咱，你行世间的道路真艰苦。行世间的道路，咱有感觉无人指导，无人甲你带。我是耶稣基督，伊成做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间，伊甲咱生活做伙，伊要互咱成做学习的对象。耶稣基督成做一个模型，伊的生活中间，咱有去学，什么叫模型？什么叫模范？咱像咱过去咧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咱去读宝宝猫啦，咱较老的拢读宝宝猫，宝宝猫的时阵，就是伫迄个纸的顶面写迄个虚线、预算，迄个虚线，你着老师就叫你照迄个虚线安尼去学写，是 ABC 的同款，咱咧学习的过程中间，耶稣基督就是下骹内面，迄个虚线，也
图，啊，你照迄个图，照迄个视线去画，耶稣提供即种的模范，互咱真做学习的即个对象。过去咱看耶稣基督，伫所这个经过所因的中间所记载耶稣基督的生活模式，咱写描写真济啦。迄个真济中间，咱看去讲，耶稣基督甲罪人，啊，即个长期细腻做伙生活做伙。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受试人来讲无犯罪。耶稣基督甲所在传福音，耶稣基督指着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耶稣基督从圣经内面遐哩做生意的生意人的单位甲车倒，耶稣基督怜悯遐失去亲人的人迄种的痛苦。但是话，耶稣基督伊的生活方式是咱学习啦。约翰福音17章第4节，约翰福音17章第4节，耶稣基督伊入去最后，为了这学生祈祷的地方，伊讲：你所托付我的代志，我已经伫遐来成全了。我伫地面上已经应了你，我伫地面上已经应了你。你托付我的代志，我已经成就啊。啊，所以今仔日，咱做一个地方图，画伫即个地面上的中间，耶稣基督所留落来这生活模式，也正做咱的生活模式，我已经应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代志，我已经成就了。最后一项，耶稣基督，伊正做人来甲咱中间，就是要甲咱讲起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啊，对生命价值的重视。耶稣基督正做道成肉身，就是上帝对咱人类的生命家己神圣化，神圣化，将咱的生命神圣化。因为咱知影伫过去的生活，伫耶稣基督出世以前的生活，咱的生命就是无价值啊。迄个生命是足俗的、廉价，离圣经内面的原则是足远的啦。所以今仔日咱知影伫即个世界的中间，咱知影生命并无受重视啊。人的生命并无受重视，是哪来哪共款，哪无价值啊？虽然社会进步，大家拢讲生命无价，可是咱对生命并无重视。什么代志互咱的生命才叫无价值？什么代志？迄个，互咱的生命才叫无价值？战争严格。咱台湾面对中国迄种个恐吓、威胁啊，什么空军这个军舰，啊，要对台湾战争一个产生，我讲咱的生命拢无价值。第一届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一届死亡就是安尼遐济人，几千万、几百万。第二世界大战，犹太人一届就600万，互人杀死。迄个生命什么价值？无啊！咱知即个恐怖分子咧攻击人的时，911啊，911，美国911，2台飞机撞咧迄个大楼，一届讲咧3000几个人，3、4千个人伫遐来创一生命。恐怖分子真惊呀！战争，互人的生命无价值。不管你好野，你爽用，拢总伫迄个所在受灾害。搁来车祸啦，迄个时代食酒的人足济啦。无顾人性命，拢死，啊，真侪国术的犯罪，食毒品，互人性命真正拢无价值啦。迄种现象，发生紧。这人的犯罪中间有即个，互人的性命拢总无价值。遐出来咱做一项代志，咱该注意的。咱这个世界中间真理吼，要去统计，甚至性命同时是咩理由在？堕胎。堕胎，迄一年照世界咧统计讲，超过6000万啦。你知迄个性命天主教讲唔好堕胎啦，都是咱唔知影，咱基督教可能较放松，就是你注重迄个性命。讲有啥物会当伫迄个所在来传递对性命价值的重视，就是伫遐搁一届恢复基督教的价值。伫迄个所在带来对咱性命的即种的注重视着，因为上帝赏赐，因为耶稣基督整个肉体来到咱的中间，耶稣基督接出一个人，
上帝来到咱的中间，你请到咱的一份主的中间，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人，咱就用谦卑的心，用敬虔的心去领受上帝请做咱的人类的一份子，咱对人的注重，咱对咱的同胞，也是人甲人，不管是移民，也是不管是劳工，咱对伊的重视啊。一个法国的一个工程师啦，即个伫迄个矿，伫即个迄个课程的中间问学生讲，伫矿坑咧，矿坑内面是啥物最有价值的物件？最宝贵的物件，学生讲金矿、银矿，还是铜矿、煤矿矿、药矿，啥物矿、足济啊吼，地面上足济真价值的这物质。搁是这个教授甲学生讲，伫矿坑内面最有价值的物件，就是矿工。即摆，你要对这个矿工的这个性命的这个注重，就像耶稣基督这种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敬拜合西中间，你敢有法度对这个矿工的这种的注重啦？无。我知影古早咱伫台湾中间矿工发生就这个灾害，就是迄个设备无好，伊敢注重讲我会当乌矿就好啊，乌煤矿啊，啥物金矿，基本注重人的性命，嘛总是通过咱这个世界的中间，对这个性命重视的中间，互咱知影，过去的人类对最种的人的性命实在拢无注重啊，因啊。有钱人，这奴隶，这劳工，今日伊就是咱教条主义的中间，拢注重人的性命价值、人权的注重，跟通过咱的奉献，互咱的教社的时间，会当伫迄个所在注重咱台湾社会公益，因为社会无公益，就是对人的性命无注重、无重视这个现象。嘛，因为耶稣基督。因果来到咱的中间，咱的性命才得到改变。将耶稣基督对世界历史喺中间甲提掉，安尼咱的性命拄到真的，迄个切伦敦的主角所写一本册中的迄个材料啦，伊最后讲的一句话讲：性命撇无价值，最无价值的物件，无耶稣基督。无像迄个材料所讲，撇性命，啥物条用无价值，多少无价值的物件，真可怜。但即话今日，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互咱会当伫遐彼此伫遐分享，伫遐做一个慈善的工，伫迄个所在会当互相怜悯，无伫遐互相残杀，无伫遐互相伤害，咱注重人存在这个价值。但即话。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提瑞莎修女伫印度加尔各答的街路，去收留遐个迄个破病、无人治、无人爱、无人照顾遐个患者，啊，带转去伊的修道院来甲照顾、来甲帮助。所以今日耶稣基督通过上帝的切件来到世间。点动上帝的天，今日耶稣基督拣选你，也请做上帝的对象，因为望你进入这个世界的中间，保耶稣基督的关心，对人的疼，对人的帮助，对人的关怀，咱做来祈祷。因为阮的上帝。感谢你有点家己的疼痛，因为你无少你天顶的果子来到这个世间，成做阮人类的一份子。你经历人的受苦，你经历人做这艰难困苦，你经历受顶世界，也受侮辱，然后伫迄个所在领受罪人的中间，今日阮的上帝，你已经成就上帝的旨意，伫天顶的所在，你要过来到这个地面上，你要过来以前，阮这受拣选的百姓，阮拢称做你的学生，
元龙伫遐要保你的关系，是即个地面上的所在，活出你生活的关系。来得到上帝你的疼，得到上帝你的帮衬，愿疼人，愿关心人，愿关心这个世界，愿关心这受着损害、受到而遐不良或者残障的人士，也是到伫台湾来找找这个移民，也是这个移工。我们恳求上帝，你帮助我有怜，亲像你的关心，有怜悯的心来关怀、来帮助，安尼感谢基督，告主耶稣的名，阿门。请献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谈论篇。请好声合体，甲彼此咱中间，分享甲一理满满。我看见伊的天光，亲像流星的影，对家所着的天光，我花手40。好声合体，甲彼此咱中间。分享甲一理满满，我看见伊的天光，亲像流星的影，对家所着的天光，叫人欢喜一手40。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85首，圣诗185首。
长老、陈秀娥执事、赖玉环执事、吴慧芳执事来负责奉献。咱看周报260来页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为着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特别采林信明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4点，今仔日下晡7点半要举行中职读册小组，请中职来参加。遗体关怀立主规矩，即个8月15公主分调，并8月22拜六下晡7点半，要伫第2殡仪馆至今一厅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来代祷。奉献的部分，然后错误请向中职来订正。周间的自会甲下周的圣工事奉者，请家己来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的人。今仔日感谢李信明牧师来到咱中间来讲道，咱牧师们嘛伫咱的中间，那么欢迎牧师们。咱即时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祈祷，咱为着你第二个敬红兄来祈祷，嘛为着你处理邓妈妈、水玲兄、慧玲姐、敬和兄、素梅姐、怡礼、来祈红丢乐、朱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明丽姐、秀霞姐、丽霞姐、东姨姐、阿秀姐、惠子姐、谢玲兄、富美姐、敬雄兄、阿玉姐、阿秀姐、郭万豪姐来祈祷，嘛为着欢迎姊妹来祈祷，咱嘛为着
咱听看见咱的社会，吼，也是咱的世界遮个代志，吼，咱嘛为着世界疫情，吼来祈祷，咱开嘴，来为着遮个事，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带保守阮，互阮会当平安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内心，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引带阮来行人生的道路。主，阮恳求你来保守，伫祈祷的顶面，教示阮搁较侪功课。我们为着阮的世界、阮的国家祈祷，恳求主引带保守。虽然阮拄着遐尼大的一个灾难，总是主互阮学习，会当来仰望你，来回转回应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伫即个时代，阮要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恳求主你教示阮。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你病医、你处理疗养的，恳求主你来引带。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恳求主你会当保守因，甲因腹肚内的囡仔，互因拢平安健康。阮为着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每一天的脚步来求主引带带领阮，互阮行伫主你的旨意内面。阮安尼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时来念圣诗398首，临时后请同事祝祷。信心相通，甲恁正人伫个，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